一点啊！你们再来一张，最后一张，最后一张啊！换我。恭喜你毕业了。谢谢。我们拍张照片好不好？好啊。来。哥，哎，我今天就整了，走吧。啊，吴叔叔。恭喜你啊，2个儿子终于大学毕业了。谢谢。我这儿啊，有一枚刚才捡到的戒指。不是我的。肯定是你的，因为只有你才配得上它。不要急着毕业嘛，我答应要讲的洛伊的故事还没说完呢，让我们一起回到半年前。上海真漂亮。楼下还有几束刚送到的勿忘我，一会儿给您送上来。嗯，那我就先不打扰了。喂。喂，是我。
以小姐你好，刚才广告商那边打来电话，说还堵在路上，所以请大家先在这里休息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乐小姐，我们集团总经理想单独找你聊一会儿，麻烦跟我来下会客室。没想到是我吧？是不是以为是一个很胖又秃顶的糟老头啊？我现在终于知道，我这支广告为什么要回上海拍。意外吗？如果我跟你说，我早有预感，你信吗？我接手父亲的奢侈品行业，就是希望有一天你的照片能挂满整个上海，让所有的人跟我一样，亲眼看见我思念的洛伊。
是还没有毕业，但这个机会是我梦寐以求的。都说了你不是个普通人。你好，洛伊小姐。你是这家店的老板？我老板叫英东，我是他大四的学弟，我替他打理这个店。我可以进去看看吗？当然可以，请进。我以为你们只是一家花店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啊！这都是一些很有才华的年轻设计师的原创作品。你从哪搞到他们？有些是老板在旅行时认识的，有些是我在画展上看到的。我们老板是一个很尊重年轻人看法的人。他的喜好还是跟以前一样。他今天会到店里来吗？哦，他不经常过来，他要有什么事会直接跟我说。你找他有事吗？要不我给你打个电话？不用，没关系，我只是随便看看。好，那你需要什么跟我说。哎，这幅画挺有意思的。哦，这个是一名艺术家专门为我们店设计的。这幅画的名字叫《勿忘我》。多少钱？这个是不能卖的，这是我们老板最喜欢的一幅画，所以不能卖。你再看看别的吧。林总，我们重新调整过的拍摄方案，您看您这边还有什么意见吗？啊，我重新看了这次的拍摄方案，很满意，就是不知道现在场景的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。国外的场地我已经谈过了，不会有问题，只是看我们最后选定在哪个国家而已。不过，在上海的场地有些小麻烦，我们选中的大多数都是吴雨婷旗下。来提升你和洛伊之间的关系。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。难怪自从我回到上海，我的事情每天都见报。我说怎么会这么快？原来我身边就有狗仔，他还拍了什么？我现在觉得。
为什么？陪我去工作，拍洛伊的广告，想让你享受一下阳光、沙滩，你不会拒绝我吧？我一会儿我让韩定一去办具体手续，他作为洛伊的助理也会去。你收拾好行李，在家等我通知吧。哦。怎么啦，小安？早知道你这样，你回来还不如不回来。哎呦，康公子真生气了？我没有啊，我才不会为那些不重视我的人生气呢。终于有女儿本色留给哥看了，哥喜欢。谁允许你喜欢我了？对亲哥讲话也这么绝啊？还有更绝的呢，你听不听啊？好了，让我先说吧。这次去巴厘岛，公司安排给我多一个助理，我留给你了。巴厘岛是落地签的，明天你带着护照，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啊，真的？原来你们早就计划好了，合谋骗我呢。怎么样？那你愿意当我的助理吗？当然愿意了。你觉得还有谁比妹子更能了解哥的心吗？油嘴滑舌的。好了，明天早上8点，酒店门口集合。对了，不许迟到。遵命。那你是不是还欠我一句话？我爱死你啦，康导。好了，欢迎你的加入，明天见。洛伊，吹吧，我们到车上去吧。那你，对不起，让一下。请让一下，谢谢。让一下。可以肯定握个手吗？哎，手链。别打！我只想留他一个手链做个纪念。我还你。敬爱偶像没有错，但这个我不能给你。你的手链。谢谢你。你受伤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一点擦伤而已。哇塞，定一哥你太猛了，壮士啊！韩定一，你过来一下。谁让你去追的？他抢陆小姐的手链，不就是一条手链吗？你知道你包里装的什么东西吗？是这次去巴厘岛拍摄的方案。万一有什么闪失，你负责得起。他说过手链有特殊意义，我不希望他带着不愉快心情去拍摄。够了。这次没出事就算了，但你给我听好，别忘了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千万别给我因小失大。
明天一早，摄影组便要出发去看景，制定行程，其他的人可以自由活动。我给你们准备了当地电话卡，手机一定要随身携带。后天就要开始正式的工作了，希望大家做好准备，打起12分的精神。哇哦，这么热闹啊！怎么能少了我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有我的原因，而且我怕你只顾玩不做。
干杯！干杯！我没想到跟你们两个一起玩可以这么快乐。那当然了，头发长见识短啊。我们康公子啊，说话就是极品。哼，怎么样，康公子？干杯吧！干杯！好啊，那我们来约定，无论以后过了多少年，我们都要快快乐乐的。好，干杯！干杯！除了宝格丽酒店的沙滩和阿雅娜酒店的沙滩，在拍摄场地方面，我们还找到了海神庙和情人崖，而且在当地找到了最好的拍摄团队。英先生，英先生，对于场地，你还有什么特殊要求吗？没有，很好，你们继续，我去打个电话。你有什么最想去的地方吗？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我最想去巴厘岛的海神庙，那是我妈妈初恋的地方。小时候你妈妈离开了你，就再没跟你联系过吗？嗯。她什么都没有留下，除了手链和明信片。好，以后一定有机会带你去的。真的啊？真的。你不是在开会吗？相信你就没法工作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你身上的味道我一直记得，从来没变过。真好，你竟然还记得。气味是最忠实的吗？洛伊，我真的不知道阿莫昨天会来，而且说出那些话，请你不要介意。不会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完成你的工作。我们之间能不能不要只谈工作？我们之间除了谈工作以外，还能谈其他的吗？我从来没有想要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何必还要说这个？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？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。我没有跟别人交往过，万家只是朋友。我心里想的全是你。你当时就那样留下一句话走了，你有想过我吗？你要走就走得彻底点，把我心里那个你也带走。反正都已经过去了，干嘛还要提起来呢？真的过去了吗？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等你回来。
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来这儿拍摄吗？我没有忘记过当年你说过的话，我还欠你3个字。何一，你相信一生一世吗？不相信，为什么？因为所有事情都会变的呀，包括我跟你。这么说，有一天你会离开我？离开也是为了能够重聚啊。那既然重聚，为什么要分开呢？因为我有我想做的事啊。何一，我爱……哎，不要说，不要说，不要说。你不想听吗？我想听啊，但不是现在。你看这里，有多少男男女女每天都在重复这句话，但他们有多少人能走到最后呢？我不想我们变得跟他们一样。不会的，就算你走了，我找遍天涯海角也要把你找回来。嗯。我还以为只有我记得。如果说你的离开是为了让我更挂念你，